第二课，约瑟带玛利亚去伯利恒。这是约瑟的故事，这是玛利亚的故事，这是伯利恒的故事，这是弟仔耶稣的故事。约瑟看到天使，天使讲：约瑟，你带玛利亚入你的厝，玛利亚要生一个儿仔，带伊入你的厝。上帝要给玛利亚一个儿仔，上帝要给玛利亚伊的儿仔，上帝要给玛利亚耶稣，带玛利亚入你的厝，玛利亚要生上帝的囝，带伊入你的厝。约瑟讲：我要带玛利亚入我的厝，玛利亚要生一个儿仔，上帝要给玛利亚一个儿仔，上帝要给玛利亚伊的儿仔。我要带玛利亚入我的厝。约瑟带玛利亚入伊的厝。约瑟讲：玛利亚，咱来去伯利恒，咱来去伯利恒报名，咱伫伯利恒就报名。约瑟带玛利亚去伯利恒报名，因去伯利恒报因的名，因伫伯利恒报因的名。约瑟伫伯利恒找无厝。伊找无厝通住，伊找无厝，互玛利亚通住。约瑟找到一间马寮，伊找到一间马寮通住。约瑟讲：咱无厝通住，咱通住这间马寮。约瑟带玛利亚去住马寮，玛利亚住伫一间马寮，约瑟住伫一间马寮。伫马寮，玛利亚生一个儿仔。伫马寮，玛利亚生耶稣；伫马寮，上帝给玛利亚一个囝；伫马寮，上帝给玛利亚伊个囝。玛利亚真欢喜，约瑟也真欢喜。玛利亚唱讲：上帝给我一个囝，上帝给我伊个囝，上帝给我耶稣，我的囝是上帝的囝。玛利亚伫马寮真欢喜。看路加第2章第4节到第7节。